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举办这样一次规模盛大的越剧汇演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通过这样一次汇演来推出一批能够站得住脚的新剧目，同时也能够推出一批富有个性魅力的青年演员。我想呢，这个越剧艺术跟其他任何一门艺术一样，必须在很好的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的突破原有固有的这个模式，这样才能使越剧艺术生生不息，不断的繁荣发展。我们通过这次汇演也非常高兴地发现，一些年轻的流派传人已经成熟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那么接下来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2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吴素英、陈晴香还将再次登台为大家献演《窦娥冤斩娥》。陈晴香呢是师承吴小楼，曾经获得浙江省戏剧节的演员2等奖。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窦娥冤斩娥》一折。
见他年满古气，又把惊空天。好不村庄。此在当空，天气炎热，你涕洒肚皮，还过来做甚？儿郎，婆婆得来与你见上最后一面。念头不能陪你到8年，再不能与婆婆朝夕相伴，再不能与婆婆此情梦真，再不能与婆婆递茶送饭，再不能与婆婆续婚温暖。从今儿方婆婆结身边，拥抱安康，福寿绵绵。梦
冤枉。天哪！生生冤死死血，痛替今天。我乃明心不公平恨究竟。自古来日月高圆照不歇，自古来天理早上真气啊错，却为我天理清露你不平啊，却为我生死合把颠到底很苍天。为什么中国青天人他地？为什么王道奇冤？何为急啊？出来日夜望为天，出来日夜望为苍天哪！你在天堂上曾从深渊，替什么命中三元先生见。我也愿也学菩萨红尘天，且叫他一腔滴血把凡劫。我儿愿晴空迎风起，层层层云卷，且叫他落月写满满冰花滚四面，我三元出最是关灵台，只叫大翻原来看三年看三年。为什么把下子等不得远？为什么这天大的机缘？
接下来，福建芳华越剧团的2位青年演员王君安、李敏将为大家表演《玉蜻蜓前游庵》。王君安呢是尹派的第5代优秀的传人，他以其气质高雅脱俗，成为尹派艺院当中的佼佼者。另一位演员李敏是王派传人，他的表演细腻传神，唱腔感人，富有王派艺术的感染力。他们2位呢，都曾经在第3届中国戏剧节上获得了优秀演员奖。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放生记得自虚心，若是人放生跳龙门，请不人无言西东要落虎坑。阿弥陀佛。
觉得你太粗心。哎，真是里里的就是长明灯，可造人间天光明。全世中共一盏相遇，天一盏灯，明明上我亲亲心啊！上海你十天相遇夜点灯，想必是莫在明来心在情，心情不该做你过，面目错头暗堂门，事实上都在当你的女人眷，今老的莫与上中张情。施主特意才不成，只怕我要下手夸你。忙着小声是言，实在是下次不可。他放下脸来怒切身，当我风流是情高人，我也知他拼命当真，心高兴，是我今莫自信天几分。施主，这里就是卢汉堂，卢汉堂去。这许多小菩萨，我来数数，一、两、三。哎，慢来慢来，这苏鲁汉是有讲究的。哦，什么讲究？这十八尊菩萨过去年胎，上人新年要按自己的年龄来说，方能博得吉祥。哎呀，这许多讲究，小生也是记不清楚。望老三太带我书生一说，不过吉祥。请问贵根此上16岁，16岁，那这座心境？哎呀，这倒忘了，三太你呢？并你是一早，那么小生也是愚早。得凭你说嘞。一物一句，请你让开心。哦15、16，哎呀，施主乃是上面大心照明，吉利得很。不对不对，三太说错了，小生真当年轻，怎么说出个草莓老公公来了？三太说不清楚，来小生来替你书人一说，请问三太芳龄几何？哎呀，真是胡闹，怎么问起我的年龄来了？刚才你问过小生，怎么我就不能问你呢？17、16。呀，16妙龄，真是妙得很呐！同龄，世人同名，待小生替你数来，15、9，请你也张开些，15、16。哎呀，三太，你也是上面大仙上明，吉利得很呐！no，不是，我对你笑你。他是在对你笑你，对你笑，对你笑。此次倒是对你我二人笑的。三太。
二把妙龄桥同声，叫你我只因人不识，只因人。他叫你中讨这里西城光，奈王君与亲等。他想我富贵荣华不成一人，但是路不功名。他想你因一尽是举众生，难举四举托虎坑。他笑我是俗君，还是女上夜年君不尽心。他笑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笑你可怜迷了家心心。听笑我扬州清王太笑，你究竟能自定？笑我王子自尽多，笑你不该少年女。长眉他写笑的是你爱我，我爱你，错过情深无此情，无此情。去苦救难的观音大士。哦，是观音大士，是救苦救难的，真是救苦救难的。是此小僧倒要多拜几拜呀。前人拜大师，往日悠悠
今朝玉渊苏醒，我是越家越年无丧气，越在越深无相知，知不为混沌一愿心三有我去，心不一不合，好情似同有种刺，一气之下离家门，今上事不今上事，此去我是越家家难归，有心心无知，有知知难认，有情情无知，绝不少绝苦绝难绝子。去不少，严酷黑破烂脚，大字他被罢了冤死。
家之宝，玉蜻蜓，生于青青，常陪蜻蜓点水，声声对，知音相依伴到谁？龙门马门见可去，莫教桃李空掉钱。金起龙脉口起来，应该桃李最成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派传人单养平和上海乐剧院的郑国凤为大家演出孟丽君游上林一折。扮演孟丽君的是王派传人单养平，他已经跟我们的观众久违很多时间了。那么他的表演呢，细腻传神，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他的唱腔流畅简洁，善于抒发内心情感。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孟丽君游上林。上林传从不容
人之问是鸟，十里你看他给儿不贤，百事寒袖草，无知草木啥有情，真理寻人人当比草人当，咿咿呀呀去摇动，他手手看看。必无心，万丈生态教育我伺候下谁呀？千人峭壁，全教自己早回头。以情才华高才中，修建设施自救去从。他们有此言来做，平时不安放平风好自同。不会木流骚非自杀。
计上讲。山守燕地，陈宝军万家一路，上日兄举恩是为父子勋，故事为了新世君。同往天相国，君臣同饮一桌，是何啊？万岁，请在不义，这真的要生气了。来，愿宗长等拜驾天相国。万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